Bini yakayasun sasu arawan mapiri minimiringan ajaran biriran babiju samisu setiap tuju spa varian.交代故事的序章，于是我的过去开始快转。我努力从记忆里面剪出那些冲突与叛逆，我都仔细的分场，放下零碎的争执，抬头抢走虽然我不想打空，于是我的成长没有层次感。但一切在快转里加入那个画面，定格的描述却很长。好多青春片段，段中开始播放，再播放我那些其实淡淡的小小悲伤。镜头里终于轮到我的兄弟一一出场，我们的一起几乎没有破绽上，也没有废话四处弥漫，当初的话题全部都在你身上。这件事让我忘了跟你讲，我的耳朵现在已经开始冒汗，开始冒汗。聊起很多从前，谁在荡秋千？过去式的画面，不要再眷恋。随着故事大纲，想起你留在两旁，想起后特写列举你的模样。属于我青春时期的想象，一直到拥有了这一段回忆才算。兄弟们难免会不安，难免偶尔说谎，但不会用拳头找答案，用自信当力量。有麻烦不会一个人撒，一个人想，一个人打，一个人闯，我心里有些遗憾。你说真正的幸福都太多，别人的电影我没有兴趣看，滚！但就是不懂欣赏，你劝我将过去丢掉又怎样？重新编剧，重新上映，在人生重新发展，我可以选择对跟那些没味道的价值观一样之类之外，好分钟就要珍惜我的真。聊起太多从前，写着明信片，记得你的一脸，就当作纪念。你可以闭上眼，将过去想一遍，那一年风经过了草原，是许多回搁浅，我们怎么向前？就让风走远，聊起更多从前，正在悬崖边，真生活的世界，昨天的明天。Setiap tuju